誰叫你的規矩？不敲門你就進。咱們兩個什麼時候這麼生分了？哎，小叔，幫個忙唄。何角角的寵物醫院稍微遇到了點麻煩。站住！过来说。我想投資，幫他。你幫他？你了解他多少？我當然了解他了，漂亮又特別，而且聲名狼藉。小叔，你怎麼也相信那些謠言？出去！我要開會。不是，我不想再說第二遍。你急着找死？你就這麼見不得別人？誇我？